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1，诗篇86篇13节安尼讲：你施落予我的慈爱遐尼大，有救我的性命，免落阴府上深的所在。三角来祈祷，救阮性命，免落阴府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万物、掌管万有、祝福万人的独一真神上帝。主啊！你予草生长，通予精生食，予菜色大长，做人的路用。主啊！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搁倒转，较润泽大地，予五国出现大长，予野种的有种子，予人有美粮。主啊！你赏赐予阮的恩典实在丰盛。主啊！阮有时信心不足，心神软弱，所行无合伫你的心意。求主你赦免，予阮通逐时回转归向你，因为你施落予阮的慈爱遐尼大，有救阮的性命，免落阴府上深的所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